本港第一架自主研發嘅環保電動車今日推出市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開發電動車可以為本港企業帶嚟新嘅綠色商機。劉曉儀去睇過。新車落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率先試坐。佢覺得電動車行駛嘅時候比較靜同平穩，證明香港有實力自主研發環保電動車。都可以繼續係用一個喺香港做研發，或者喺內地嗰度做生產呢個模式咧，係可以接住咧係喺就住呢一方面呢個電動車喺綠色經濟呢個大框框之內咧，係可以做多啲工作嘅。首架本港自主研發嘅電動車賣點係唔會產生廢氣，咁售價係港幣97,000蚊，每次充滿電可以行20公里，每公里嘅電價大約係1毫半。車速最高每小時64公里，機場管理局已經率先買入咗3部，喺停機坪運載職員。呢啲車咧唔會跑得好快嘅，我哋機坪裏邊嚟講咧，基本上有個所謂個速度嘅限制，從30到50公里一個鐘頭係最快㗎啦。目前多個指定大型商場嘅停車場都有充電設施，電動車嘅電池壽命大約係3年，更換只花大約3萬蚊。第一批推出嘅電動車都係針對天氣比較凍嘅歐洲市場，咁所以呢啲車啦都冇配備冷氣系統㗎。咁出年初啦，公司啦會改用鋰電推動嘅電動車，可以足夠供電俾冷氣系統，到時揸車就冇咁局促啦。咁鋰電版咧就佢個電嘅壽命長，同埋咧佢叉電時間短，同埋叉電可持續性又差唔多一個 double， 即係意思話我哋而家充電行81公里的話咧，將來嘅鋰電可以去到160到180。佢相信日後充電站數目增加，會有更多市民選用電動車。亞洲電視記者劉曉儀報道。